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今仔的主日，特别是新春庆祝礼拜，互咱伫过年了后，通过三个主日，伫主的圣殿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伫今仔开始的礼拜，今仔敬拜进前，咱马上甲你边仔兄弟姊妹彼此祝福，甲讲新春恭喜，上帝赐福予你。新春恭喜，上帝赐福予你。咱先做伙来做一个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的引带保护，互阮过去一冬。拢伫你的带领内面，互阮通无论经过什么款的境遇，主阮知你的恩典拢教业阮用。主啊，感谢你，搁一届伫新春的开始，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有侪位无共所在，转来到伫台南，转来到伫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主啊，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透过早起时的娱乐，搁一届将感谢一切荣耀拢归乎你。求主来引带阮伫早起时的礼拜。互阮通享受和你同在的美好，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生命来求，阿门。咱只是咱做伙用这条诗歌，咱来感谢，也来为咱的上帝。这条诗歌叫做《恩典的路》，咱嘛做伙来回想过去一冬，上帝伫咱每一样的生命，伫咱的家族，伫咱的家庭所带来恩典，咱做来唱。你是我的主，引带我行伊路。顺境也逆境，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自有，你听我领把我，永远无变的应允，这一生拢是祝福。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带我行。过去的一冬，咱会献上感谢，献上祈祷。咱特别来念顶面的经文，咱先念一解台语的经文，咱做来读。你用你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拢有油在滴。那我们用华语来念一次。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油。感谢上帝过去的一冬的带领，让咱每一个人拢行伫稳定的道路。这是要请兄弟姐妹，我们一起用台语、用华语，我们一起开口，用来向神献上我们最大的感谢。感谢上帝过去的带领，在每一步都是上帝的恩典之路。我们一起开口来向神献上感谢。我们现在祷告。平安来祷告，经文如此说，留下平安给我们，不是耶稣留下平安，跟世上给我们的平安不一样，不像世人所赐的。耶稣的平安，让我们在无论风雨，在任何的困难当中，仍然享受主的保护。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新的一年，有上帝的平安，有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开口来线上祷告。向神来祷告，求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有从神而来对他这样完全的欢欣快乐。我们一起开口来求神，让我们新的一年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盼望来祷告，圣经如此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于动摇，因为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求神在新的一年给我们有新的盼望，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道路，我们是稳固的。我们一起开口，我们来祷告，求神让我们新的一年，新的几当有对主下来帮，对主下来信心，让这位开出来祈祷。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求你这个属天的盼望就放在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当咱有一个新的开始来祈祷，新春、新年开始，求上帝嘛，将迄个新的代志放伫咱的生命，放伫咱的家庭，放伫咱的四周围。以赛亚书43章19节讲，主也上帝讲要做一项新的代志，是过去无看见的，要伫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一个新的道路我们没有看过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开始，让我们看见新事到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发生。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新的开始，我们一起来线上祷告。主啊，你是那个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主啊，让我们看见新的事情，就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就成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成就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主啊，因为你是能做新事的神，主啊，你是那个新事神奇的神。主，我们在每一个新的开始当中，先起接着我们为了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和睦合一的关系，我们来线上祷告。甚至如果说若人行，就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耶稣也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学习与人和睦，学习成为一个分享祝福的人。我们一起开口，为新的一年，我们跟别人，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四周人有和睦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线上祷告。在新的一年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
来祷告。我们看到在新年，许多人都在求福，但是真正的祝福是从上帝而来的，真正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为新的一年，从神而来的祝福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从神而来新的祝福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再一次来彰显，再次发生。我们为新的一年开始，为上帝从神而来的祝福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主要求你将这个祝福的倾倒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祝福在我们的世界，这个复兴的这个时期所说的不一样。求你我们的笑脸来帮助我们，在恩典当中找到我们的救主，再次的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在一起从头唱这首诗歌《恩典之路》，我们用华语来唱。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里。我们从我们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过去每一步都是你恩典之路，但我们相信新的一年是一个盼望之路，是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一起用我们的拍手、用我们的赞美来高声欢唱，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天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重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大声的扬
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咱用台语来敬拜。大声我的主啊，称颂我的王，我将善用乐乐，哈利路亚，来告主个热情，尊重乐乐意，咱着欢喜快乐，来告主的面前，大声欢喜唱歌，大声欢喜唱歌，称颂我的王，大声宣扬乐乐，哈利路亚，咱着丰富热情，尊重乐乐意，咱着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热情主，你就是我，你是主，上帝的骄傲，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爱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热情主，你就是我，你是主，上帝的骄傲，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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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继续拍鼓啊，来讹乐咱的上帝，因为咱的主过尽一切讹乐，因为主也是咱的恩典的主。咱就是用这首诗歌，咱继续来敬拜讹乐咱的上帝。你被稳定真大，你比地隐藏，无论风雨也平静，你永不忘。咱着所生的魂，比你也不存，后在的感恩变正欢，欢乐变。你被稳定真正大。你被稳定真
咱要继续用435首的圣诗，咱来俄乐咱的上帝。受恩疼痛的主上帝，感谢你，予阮这个受恩的正儿女，通伫新春的时，也是伫你的圣日，来到你的面前，同心敬拜阿乐。主啊，过新年是人所定的，总是照主你所创造这个世界宇宙，照你所予阮四时的改变，阮通过这个节日。唔但是要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是要纪念上帝你创造的美好，互阮对四时的运转了解上帝你奇妙的创造甲享受。主啊，阮今仔日2场礼拜，无论华语、台语联合做伙，用专心伫你面前阿乐甲敬拜，愿圣神伫阮中间。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因为我们同心聚集。就看到神在我们当中来动工，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让我们看见神的力量、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在你我彼此当中享受神从天上来的恩典。主啊，愿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蒙神的喜悦；愿我们同心的祈求，神从天上降下喜乐平安。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有力量来改变，有力量来迎接新的神的赐予。主啊，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满满有神的恩典，也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满满的感谢。我们这个时候要用主教导我们的祈祷文，我们用台语、华语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伫天里的爸，
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只是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我玲珑是都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这时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66篇，启示录22章，用台语来念吼。我是阿尼法甲阿米加。将长袍洗清气，遐个人真有福气。遐个狗类惊邪术的、淫乱的、杀死人的、拜偶像的。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我是大卫的根，是伊的后裔。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喙焦的人就来。为着这个事做证，迄位讲：阿免，主耶稣啊，请来。这时咱做伙来祈祷。万关灵的主宰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阮要时常学乐尊重你的名。今仔日是旧历年第一个主日。也是新春清社礼拜的时，是主赐福万物拢换新的日子。阮受恩的囝儿女，全家大细，男女老幼，用感谢进入圣殿，到施恩宝座前，吟诗唱歌学乐主，何等的福气！感谢主，对日出到日落。对年头到年尾，拢咧保护看顾阮，用恩典做阮年冬的免由，互阮伫今仔日通安然徛在伫主的面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认识主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主的恩典如晨星，让我们真实的见到。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孩子，不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是在高山或是在低谷，是逆境或是顺境，主都与我们同行。主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更是我们的磐石。信靠主的人真是有福。也许我们当中有人在过去的一年，或者是现在，正面临人生的低潮、困境、挑战，肉体的病痛、亲人的离去，许多的试探与试炼。虽然我们不明白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但我们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每一个试炼是用来建造我们对神的信靠。主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主。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在困境中有平安，在软弱中得以刚强，在难处中学习依靠，
在苦难中长大，使苦难成为化妆的祝福。用感恩的心立足现在，以反省的心回顾过去，用前瞻性的眼光展望未来，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学习过着谦卑、顺服、敬虔、甲知足的生活，透过祈祷、读经、灵修，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做一个合主心意的人，保守阮的心，无虚假，无讲白惨，想使阮食、穿、用拢有够益，有健康的身心灵。神将按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此刻，恳求主赐下圣洁的灵，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全然属于主，开我们的眼目，领受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属灵的新生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此刻，我们要来恭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今天有2个地方，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43章，第二处是在歌罗西书。我们今天要一起以台语跟国语一起来齐念。好，现在这个是台语哈。上主安尼讲，唔通只有会记得过去的事件。唔通一定少念古早的代志，我特别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惊唔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但是上主说，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湎在回忆中。看哪，我要将新的作为，事情已经发生，你们看得见。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歌罗西书，我们先用台语来攻读。唔通互相欺骗，因为恁已经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藏起来，将新的人请落去。这个新的人冲着主照家己的形象，继续地甲伊更新，互恁通真正捌伊。我们这次用华语，不可彼此欺骗，因为你们已经脱掉旧我和旧习惯，换上了新我。这新我由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地加以更新。能够完全地认识他。这时候，我们要邀请圣歌队来献诗。圣歌队今天要献的诗是《奇妙真神》。在我们
谢谢圣歌队所带来奇妙真神的诗歌。我们此刻要邀请向牧师来讲道。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迎新年靠主行新事”。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新年恭喜！咱让伫新春的正月初二，我们在新春的初二，本来是回娘家的日子了，那很感谢主，我们刚好连2天，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都是做礼拜的时刻，但是我们教会呢，特别把它合并在一起，其实咱福强教会这个新春有2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讲，咱的教会已经成做一个外出，比回家较济啦的教会安尼。换句话说，我们在新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他因为他的老家在外地，或是亲人在外地，加上现在时代的流行大家趁着春节反而去度假去民宿过一个不用准备年夜饭的这个春节所以外出的人比较多，这是我们教会最近这几年的现象。第二个就是我们2个主日的礼拜合并在一起所以咱华语台语拢难咧讲不过也没有人觉得说牧师你到底现在讲国语还是讲台语但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那表示讲咱的教会是多元性的聚集啦大家融合在一起牧师讲台语的时候平常习惯说华语的也不会感觉有什么那个突兀牧师说华语的时候，咱这老兄弟、老姊妹嘛讲，我都听有安尼这是咱台湾现象所以愿主赐福咱今仔日，咱将正月初一的新春礼拜甲正月初二的主日礼拜合做伙这嘛是一个真难得这个日子的巧合就对啦咱要用做话来彼此来勉励，咱大先来做祈祷。现在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时刻，我要用主的话来学习，来互相来勉励，愿主的恩典甲阮三甲同在，互阮通过你的话，得到对你来新的规律，特别伫新的一年，互阮有新的领受。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拄则有读2位经节，咱小等下可能会当伫这个分享中过来复习啦当兄弟姊妹，咱大圣伫以赛亚的经节是真出名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做新事行神迹的上帝。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宣告，说他是行新事的上帝。他要行什么新事呢？当咱咧读圣经的时候，咱讲行新事到底什么代志？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背景历史去研究，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正面临着整个国家的危机。那以赛亚先知呢，先宣告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国家要败亡，他们的百姓要被掳。这个遇到这个极大的这个挑战，或是国家的一个危机还是讲一个国家百姓袂当徛伫原地，这款的艰难，迄唔是一个简单的事。所以上帝先甲因做宣告，讲我要行一件新的事。这个新的事呢，甲出埃及有关系，所以伊讲我要行新的出埃及。所以呢，伊就用一段话讲，唔通定定记古早代啦，沉迷伫回忆中。台语是讲，唔通只有会记得过去的事，唔通一直想念古早的代志。就是这百姓，因伫搬过这时阵，常常咧想念讲，因的祖先安怎过红海，安怎得到上帝的保守。所以后来变做是一个故事咧讲，是一个英雄的事业咧讲。但是因现在面临到的，因是毋是爱阁出来急？因家己煞无感觉到。意思是，当人咧讲起过去的一个英雄故事，也是一个美好的记忆的时阵，有时是要检讨你现在是毋是有缘继续咧经历上帝的信者。所以上帝才透过先知甲因讲这个代志就是要互因知影讲，因要面临到一个新的改变，这个新的改变。伊对这百姓来宣告，伊讲上帝要行新的事，对受掠的百姓行新的救赎。所以用什么话？是种上顶的话就对啦。这款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就是咱感觉讲，伫现实的社会好像无啥可能的。伊讲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旷野就是风波嘛。旷野就是无人行过的所在啦，但是上帝讲我要开一条路。伫沙漠内底本来是积大数的所在，伊讲我要挖这个江河安尼。这款上帝的话是要互以色列百姓知影讲，会互这个代志发生甲实现的，毋是人的困难，是上帝所要做行新的事。而且伊阁强调讲，代志已经发生，你要看会到，表示讲。百姓会去看到因上帝所宣告要行的事安尼所以咱知影讲，上帝要伫沙漠中开通路甲江河看起来是无啥可能啦。但是现代科技嘛有可能伫迄个沙漠中间有迄个通路，有侪水流。咱知影讲伫加州美国的加州无欠水，是安那无欠水呢？因为因是对迄个。较东边遐个沙漠，也是较遐山顶落的雪，因甲扣水起来，然后足大港的这水流去到洛杉矶这个大都市。其实若假使无较早无即款的水利工程洛杉矶可能是一个沙漠的所在，还是讲是一个旷野的所在。但人的科技都已经有法度何况上帝有迄个能力，讲要互这个沙漠来。伫遐开道路，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但这个上顶的话，对咱今仔日的百姓，咱今仔日要迎接新年，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上帝是对一个民族的宣告，代表伊是一个掌权者，伊是整个局势的掌权者，伊有能力通翻转这个大局，改变这个命运。但遐日是话。咱台湾拄好经过一个足大的选举这个选举呢，咱毋知有听到人伫遐宣告讲，亲像上帝伫宣告讲，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无？事实咱台湾面临一个新的变局，咱还阁伫即个中间，咱看会到咧。即个民主的政治，好亲像对外国来讲外国人来。观察，因为这选举真重要嘛。听讲几啊百个迄个外国的媒体记者来咧做采访，因写拢真肯定讲恁台湾民主真成熟真好，而且投票开票拢
真顺序，我时间足紧。咱是用迄个上传统选票、登票、开票，毋过算起来开票佫遐尔有效率就对啦伫体制上好亲像甲咱真学咯，但是真侪下遮的有识之士拢会感觉讲，好亲像台湾的社会有迄个民主的外壳，但是咧正讲对心底对民主的政治，也是讲民主的即个模式，有产生一个本质上的坚信的，无一定。意思讲，有可能有人啦，少啊，甲伊变动一下，甲伊乱一下即个民主就消失去。表示讲，即个换新甲改变，毋是只干表面上的事，是要互咱去深深思考。若是上帝用这个话，今日对台湾来宣告的时阵，咱台湾应该有甚物款的改变呢？这是咱每一个台湾的国民拢所需要关心的代志。同款，今仔日咱平平伫富强教会咧做聚会，咱2年后就要迎至50周年。虽然这是一个年过的纪念，但是那上帝对咱讲，我要行一项新的事，我要伫旷野开道路，要伫沙漠开江河。伫你我兄弟姊妹，咱感觉上帝对咱富强教会这款的宣告，到底伊的意义是甚物？伊的信息是甚物？对咱的提醒是甚物？兼毋是咱看见讲人侪侪的改变，人侪侪的调磨多磨，若毋是伫上帝的主权的下面，咱有时是用人的办法咧做，行了是规日空空。所以伫另外咱读的经节，哥罗西书3章9节到10节内底，伊保罗有对基督徒来做宣告，讲生命爱靠上帝大权能不断的更新。虽然甲头前迄段经文无直接的关系，但是咱通对这印证了这样事。保罗伫对哥罗西教会咧讲的时阵，有愿咧甲因讲，即个生命的换新，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换新、教会的换新，也是咱随人个人的生命的更新呢，你是爱倚靠上帝大权能去改变，用人的计划甲做法常常是有效的、有限的，常常是短暂的安尼。所以这段经文讲，唔通互相欺骗，因为你已经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藏起来，将新的人穿落去。这个新的人，创造主照家己的形象，继续在家己更新，互恁通真正捌伊安尼。这段经文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如果查考哥罗西书的第3章，它里面从第1节开始，其实保罗是在提醒哥罗西教会的百姓，他们的弟兄姐妹，要他们不要再沉迷在旧有的习惯、旧有的性格、旧有的生命当中，因为你们已经信了主了，从主得拯救、复活的新生命。那不要再彼此控告，或是彼此在谎言当中，仍活在那一个旧有的或是旧我的习性当中。所以呢，他要哥罗西的教会信徒要做改变，因为他们要靠主继续改变，而且是按照主的形象来改变，因为这样的改变才能够认识真正的主。意思讲，你用你家己的旧的生活模式，你讲我要认捌上帝，好就是上帝新的，你旧的根本都斗袂合，你捌上帝捌袂透就对。你要对主改变，你才会能知影原来上帝是什么。他这边有几个点在提醒我们，上帝有改变的大能。他说不可彼此欺骗，因为你们已经脱掉旧我和旧习惯，换上了新我。什么叫不可彼此欺骗呢？这个是因为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要活在自我控告的谎言当中。其实我们一生都在跟自我的旧我在革命了。咱大家人拢对家己旧的我一直在抗争，特别是新年的时候，拢会想讲我旧年有啥物无好，我都来改变。
一直有这样的意念，但是有时候改变不了，甚至自我控告啊，我就是安尼啦，无效啊啦，无路用啊啦，较讲嘛是安尼，常常会自我欺骗、自我控告，而且会彼此。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说，有时候你们有这样的软弱，这是人的本性当中难免碰到的，但是你们要靠主、靠神的恩典来改变，不是靠自己用谎言来控告说啊，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子啦，一年复一年，年年这样子过，啊，改变不了。其实，我们说现代的生活当中，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现代的社会，伫咧人甲人中间，迄个生活的模式拢改变足大。伫咱各行各业的竞争嘛非常的强，甚至明仔载我是不是有头路嘛，无一定会当保证呢。你无有什么款的武器通我家己有了。啊，从去年到现在，因为 AI 的大发展哦，全世界很多重大的那个科技公司哈，裁员很多哎。那些最顶尖、最优秀的人，变成被裁员的最新的对象。你能够预判说啊，我的能力很强，我就不会被裁员吗？不一定。所以也引起我们21世纪，我们常有人说哈，21世纪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人的心有忧郁的倾向越来越多，因为那一个无法去掌握未来的事情越来越多。新的事物变化那么快，我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操作？我怎么样去安稳在我当中？所以常常有人会我们所说的自我控告，啊，说我就是能力不行了，我就是差那运气不好嘛，啊，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上司有好的沟通啊，才会被裁员嘛。很多在我们的自我的压力当中一直在控告自己。保罗说：你们不要彼此欺骗。不要活在控告当中，因为当自我控告、自我来定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事情就不敢再踏出新的一步。这个是我们在新年当中觉得要提醒的部分。保罗说，生命有更新的样式，什么更新呢？不是靠自己什么好的改变或是好的自己的规划，而是说我们要由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更新。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创造的上帝有这个能力通改变。第二，按照改变呢？改变做什么模式呢？照上帝的形象，照上帝的形象来改变。而且是不断哦，不是讲改变了就放伫遐，搁久去啊。不断的改变，因为上帝是一个更新的上帝，是一个改变，互咱全然换新的主。伊讲安尼咱才会当完全来认捌伊啦。留伫旧的我，留伫旧的罪中间，留伫迄个自我控告的人，因无法当认捌主的疼，无法当认捌主的恩典，也无法当认捌主是一个享受新的快乐的上帝。所以我想，伫这个新年的时阵。对，甲咱提醒上帝，互咱这个更新的生命。所以，真期待伫新的一年，咱迎接新春的时阵，上帝更新生命的能力，赐予咱一个喜乐健康的心灵。我以早捌伫讲道中间用这个主题，捌甲咱分享过。今日我要用无同款的角度，甲咱三甲想。箴言18章14節，一句經文講。求生的意志使人忍受病痛，意志消沉，希望也跟着丧失。人的心会当忍受病痛，心灵破碎，无人忍受会掉。意思是讲，我身体欠安，倒位无好势，我感冒我倒一个器官有毛病，我就去找医生。咱台湾的健保非常的方便，所以我就会堪要忍受痛痛，因为我希望会好。但是，常常真多人无去注意到心灵破病的问题。心灵有病那更严重了。所以我们常常有人在提起说这个人形容孤寡，这个人行尸走肉，怎么办呢？
是因为你的心没有健康啊，所以也影响了你的身体，跟你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这3个主题要再重复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借着今天的经文学习，第一个就是将我们的过去，无论是软弱、失败、跌倒，或是病痛，交托给上主。迎接新的一年，我们要靠主来行新事，我们要有更新的生命，得着喜乐健康的心。咱讲将过去交托给上主，因为咱一直受到过去的经验甲生活所影响。啊，你绑伫内面，你无愿意将家己的旧的我交予主，讲主啊，愿你来改变我。因为你若一直绑伫遐，你就无法当经历上帝的更新。意思是讲，你一直接受你家己旧的，啊，你无愿意开放，互上帝甲你改变。咱拢知影，要改变是艰苦的，无逐个人拢足快乐啦。改变就是甲你旧的挂开呢。迄个手机吼，那迄个高达你著爱甲抄起来呢，啊，抄起来就一种的痛痛嘛，一种的损失嘛。啊，咱顶礼拜吼，我们跟那个剑山教会，我们算是我们常关心的教会，在南部中会，就是在老龙佫入去一间原住民南部中会哈他们那天开了好几辆车来载我们的回收品，我们的二手货。没想到说今年多到他们的车载不完了，载不完所以拜托临时拜托咱的信从长老讲恁兜迄只大卡车赶紧开来，好佳在迄只吼，咱阁拜托咱会友吼，尽量那个二手货的品用箱子装，因为箱子装才能叠嘛，叠高嘛，哇，还载了一卡车，能载过去。我咧讲这个意思是讲，我们每一年会有所停出来遐旧的物遐尼济，剑山教会的车载不完，因为我们常常需要断舍离，这是流行的话语，对不对？但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断舍离。很多事情我们一直执守过去的习惯、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模式，然后你不愿意改变，所以我们可能知道，但是做不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跟神说：是了，主啊，我靠自己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我要将这样的旧的我交托在主面前，因为上帝是每天行新事的上帝。就是在以赛亚书43章，刚刚我们读了18到19节，也像保罗所说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自保。咱个复习这段以赛亚书43章，讲上帝讲，唔通只有会记你过去的事，唔通一直想念古早的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敢唔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当你相信上帝是一个换做新事、换新的上帝，你就知影你要用什么办法来改变，不是用家己的办法，是倚靠上帝，是甲主相同行，是用主的形象来改变。所以咱要安尼做，就是爱常常自我省察甲反省啦。基督徒上大一个特质，就是讲伫主的面前省察家己。省察家己，毋是讲一直算遐无好、歹的、毋好、毋对的、失败的，你就先咧自我控告嘛。你算这个歹、这个毋好、这个无需要的，应该改变的是爱倚靠这位大能的上帝改变你，做新事的上帝改变你，开道路、开江河的主改变你。所以，上帝赐予咱人类有一种自我省察的能力，意思讲，我有自我省察的能力啦，吼。常常我们基督徒一直在讲悔改，其实我们一直把悔改有点污名化，以为说悔改就是我一无是处。他说，所以呢，犯了罪才要悔改。其实悔改的另外一种比较正面的说法是，这个错了，我要改变。就像实验室的科学家，这一次做了不对，那不代表你是永远不对的，是因为你从当中
吸取了经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所以咱知影讲，遐科学家今日会遐尔进步，是因为因一遍一遍甲失败的经验，伫遐换做新的财物、新的一个看见嘛。所以咱遐尼即位伫上帝面前，咱唔通惊讲啊，我省察，我悔改，好亲像把你的面子、把你的那个自信心都打坏了，不是啦，是因为我要改变，是为了要得到更好的、更像神、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咱常常爱去反省咱家己，就是讲不节制跟骄傲、顽固跟悖逆，或是缺乏自我省察造成的心理疾病。所以我们要时时检视自己的心呐，检视自己不是无代志找代志安尼无闲搁找代志要做，不是，是因为你省察自己，才能够有复活的生命。就像保罗对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提醒他们，咱若读哥罗西书3章1节到开始读保罗一直在提醒他们，不要活在过去罪恶的当中，不要活在异邦异族所带来那些坏习惯当中。因为信了耶稣，我们就要有复活的新生命。咱搁复习一遍，现在台语的哥罗西书3章9节到10节，说唔通互相欺骗，因为你已经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脱起来。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脱起来，是因为咱受洗归入了主耶稣，你就是象征你这个被改变了。那你穿上新的人，请新的落去。这个新的人不是随便穿的是主照家己的形象，继续咧甲伊更新，咱才会当甲主较成、较活上帝。亲像咱所行所做，行做一个基督徒的款式，行做一个行主的脚步的款式。兄弟姊妹，我们迎接新的一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我想，我们台湾的社会一般的习俗啦好像都是我要得到新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外在物质的东西。所以咱看去台湾社会，哇，伫过正的时阵，大家爱赶紧去庙呢，安尼领迄什么迄个什么发财金无去庙里拜，拢是要求福、求做什么抢头香、点光明灯。我想迄个心意要追求，咱袂使讲伊人的本性是安尼嘛。但重点是在于什么呢？人常常不想改变自己，只想要外加的，不想着内在的更新。内在的舍去，新的才会进入到你里面。基督徒所以跟一般的社会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不只要求神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学习到说，我能够领受到新的赐福是恩典，是真正能够让我拥有的，而不是人讲过路去就无去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除去心中的伤痕、懊悔跟罪恶感，然后让新的盼望、梦想跟期待能够留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有讲说，我们一年当中把我们自己旧的不穿的衣服没有用到的用品，把它收集起来，我们拿到教会来送给有的教会弟兄姐妹可能需要。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用悔改来清扫我们的内心呐。恁家的内底礼拜过正清理足清气，哇，有的清理的一尘不染，感到非常清新但那个清新可能过几天就没有感觉了嘞。但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更新？有没有被清扫？有没有被大扫除？我们常说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比喻啦每一次我们的垃圾车来，咱教会头前都要有一站嘛，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哇，一旦听到那个当当当当的声的时候哇，一大堆人从各地从楼上楼下都跑下来集中在那边，就急着要把那一堆垃圾丢到那个垃圾车，感觉这样哇，心情轻松好多如果来不及丢，会觉得
种眼药的就不习惯，讲哇，这不搁坑几日，有的是要2天啊，觉得很不习惯这样子。但是人有这样的感觉是正当的，没错。但常常我们心中有很多垃圾我们不习惯清它。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是说人常常把垃圾扫进屋里面，把脏东西都扫到屋子里面。为什么？就是我们常把心灵的垃圾留在里面，留在你的心内，留愈多所以你的扣分啊，你的嫉妒啊，你的怨叹啊，你的唔愿啊，你的控告啦，你的气嫌啦，反正每当每西安尼就对啦，咱所以看见有迄个吴念真伊拍一个影片咧讲一个妇女伊咧讲一个妇女人咧问讲恁先生伫倒呀？伊讲先生就伫咧树仔骹咧搅政府啦，伫遐咧念这念迄都怨叹这个社会啦，家己伫遐咧啉酒开讲拢无要想讲，我都爱怨叹我家己，因为我家己现在无要改变。其实我们不是说在讲别人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性。那些不干净的，那些会影响你身心灵的，常常我们就把它扫到我们的家里面，而且那些垃圾藏在里面永远不丢，就好像一个囤积癖一样，一塞一多，越塞越多。我们请帮忙下一页。所以当咱新的一年看出这个脚步的时阵咱爱学习一项事啦。除去心中的怨恨，去饶恕别人，这是咱心中上大的更新。咱若要靠主来更新换新，要成做上帝下伫上帝形象，咱来学习安怎除去心中的怨恨，饶恕别人。最后一项就是讲，对未来咱爱保持着异象甲梦想下面一章，上帝伫圣经内底有甲咱应允讲，伫末后圣神要灌压伫有血气的。这段经文咱常常爱读啦用历书2章28节讲，以后我要将我的神拼落去，互所有的人，恁的囝、查某囝会讲预言，恁的老人会做梦，少年人会看见异象。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话，当然有无同款的解释啦。不过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勉励说，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是表示，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意向，我们的心中如果没有蓝图，我们心中如果没有改变的心智，那我们就是像一个死的人一样。所以神给这样的意向给我们，而且他还说，创造的主照家己的形象继续在给咱更新的阵，其中一个步骤就是咱来清除咱心灵中遐粪扫。那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一直习惯把它扫进去屋里面，屋里的角落。咱台湾人佫新加佫一个礼俗呢，一个习俗啦，讲过家前爱甲粪扫变变，过家的时阵唔通变粪扫，爱甲粪扫扫入去内底，哇，因为即马也无咧，迄个粪扫车都无咧倒，爱到吹3过才有咧倒，差不多啦，爱捡起来无唔对。但是我们心灵垃圾不要一直存在你心中，但是你要清除，不是靠人为的办法，是要靠神。我们看下一页说，拥有意向跟梦想的人，就是对未来充满着盼望，心灵就这样的健康。弟兄姐妹，你有把你的意向、你的未来、你的盼望，只是你心中一种起心动念而已呢，或是不好意思，只跟你最好的朋友或是另外一半讲一讲，讲完了，过春节过了也就过了，就回归原位呢？还是你觉得这个意向跟盼望是神给我的？因为神应许说要做异梦、见异象。那这个异象如果是你的，你有没有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让这个异象让我有能力去实现它？所以基督徒过春节跟一般人好像大家欢欢喜喜吃年夜饭，去外地旅游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过春节有新的改变，是因为
你愿意清扫这些心灵的垃圾，那些污秽，然后靠着主，照着他的形象创造，得到一个新的改变。最后一页，我们说新的一年，我们迎接上帝的大能，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不断的来更新，因为我们需要靠主来行新事，然后靠主，记得是靠主行新事。所以我们常常在咱的教会常常鼓励兄弟姊妹吼，比如讲读圣经，比如讲灵修、祈祷、参加祈祷会、参加主日礼拜，这不是一个外在形式，讲我有教，好像你签到安尼，一年拢无缺席啦。那个外在的形式是要塑造你成为一个时时跟主同行的一个生命，是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你要靠主才能改变，靠圣灵才能改变，要按照主的形象才能改变，而且这样才能更认识主。认识主的意思是说，后来因为你较捌上帝吼，你做的代志吼，迄无路用的就免做啊。我要做上帝爱我做的做，有价值的事，有对别人有帮助的事，听人的事，会当兴起上帝国的事。所以还有一点吼，愿咱拢会当拥有这个意向甲梦想，对未来充满着愿望。因为当咱有这款的信心的时，唔是一个安尼春节对迄个习俗许个愿，那就过了。是因为你已经跟神的恩典、神的应许连结了。我要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基督徒。你这样就能认识神，你更清楚认识上帝。兄弟姊妹，期待咱新的一年咱台湾嘛是一个新的开始啦，国家有一个新的开始。虽然咱大家人对台湾这个社会充满了期待，嘛充满了担忧啦，但是咱为着咱的国家祈祷，因为咱求上帝，伊做新事的上帝，开道路、开工好的上帝，是真正改变咱台湾人的心。唔是干那即个政治上的外在壳那定，咱看见新年的咱台湾百姓的做迄个行为甲做法啦吼，也是咱看到台湾的选举的种种的做法，咱拢心内有一寡唔甘甲看入，就是人只干那追求目前的事，无要看见一个远景，一个价值。一个咱人活伫社会，活伫即个世间，活伫台湾，咱应该有迄个本性甲水，所以咱爱继续求上帝，赏赐咱即款对天顶来的能力。愿主将伊开道路、开工好的开力，愿主将伊照伊的形象的改变的开力，赏赐伫咱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这是咱要来吟首诗歌，来做伙为着这事来祈祷。这首诗歌是依然是新年的诗啦，吼，434首，434首。主有恩典大慈悲，带阮平安过一年。当阮感谢用诚心求主上帝听阮吟，咱唱首诗歌来孝念上帝听。三个来吟，主恩典大慈悲，带阮平安过一年。但愿感谢用诚心，求主上帝听阮吟。感谢你使阮乡土，美丽如我经那多，使归长世家天时，三河三田来行去。感谢春雨年年落，润泽土地好种作，溪水长老山岭青，五谷菜色各不一。东怀好汉太平洋，西部平原好情调，花
阮台湾。可惜乡亲做袂成，保传福音着赶紧，带入北岛当受恩，四海一家乡天伦。这位当咱吟首诗歌的时，你有感觉到吼，真有台湾味。这是咱新圣诗重新咧编印的时阵，咱有台湾的作曲家、作词家，佮重新甲改编，互伊真下咱台湾这款的环境。向日七月，咱伫这个公道的中间，咱为着这几样事来祈祷。第一，咱通过主拄则所予咱圣经的信息，咱甲主祈祷讲主啊，我要摒弃一切束缚我、困着我，这无好的事，靠主来行新的事，用主的形象来定新、来创造、来改变，会通更较捌认捌上帝。第二，通过拄则咱吟的首诗歌，咱为咱台湾新的一年有上帝的带领，咱百姓、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拢有主的看顾，领受到对主来的新的改变。第三，咱为着咱家己的生活、工作，以及咱的家庭祈祷，求上帝赏赐恩典伫咱的心上，让我们过着与神同行的日子，得着生命的改变，得着健康的身体。一年当中，凡事有神可以依靠、帮助跟带领。最后，我们也为家中有弟兄姐妹需要代祷的，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有遇到困境的弟兄姐妹，为你认识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恩典跟他们同在。我们为这些事情，咱大家无论华语、台语，咱开声无开声，大家做为着这事，伫主的面前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啊，听咱信心做工，保守心带，我领受上帝来的恩典甲祝福。主啊，阮伫你的面前，阮家己知影，阮家己无够，开力令常常有本事伫阮的身上。上帝啊，求你给阮刷开，互阮甲主相同行，叫靠主来行新事，会通有是新的改变、新的生命。有主的恩典，阮的国家甲社会也，阮需要靠主来行新的事，有新的改变。主啊，互阮看见这个改变是看会到的，是上帝为着阮开道路、开江河，领受天顶来祝福。被上帝，阮的求你啊，保守教会中间，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领受阮这款的恩典甲听堂，领受你的改变。阮为着病痛兄弟，拄着困难的兄弟，交托主，求你圣神甲伊同在，感谢你。现在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2场的礼拜做联合伫遮聚会敬拜。主，阮要通过你所予阮圣经的话。搁一遍来省察阮家己，主，互阮确信你是行新事的上帝，是行新日的上帝，是会当改变旧的，成做新的上帝。愿阮大家欢喜，将家己的主权交托伫主，靠主耶稣基督得到改变，因为耶稣基督过我的生命，要改变阮过去迄个污秽、旧的我，迄个阮体现家己的我，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互上帝。所来欢喜，因为阮照主的形象改变，阮就要更加认捌主。阮也将阮的国家社会交托你，伫台湾面临新的一个政局的时阵，主你看顾阮台湾这个岛屿，大家珍惜这个民主的过程，民主的过失，会当大家斗出力，互这个国家行更加健壮、更加合上帝旨意的国家甲社会。阮也为着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赏赐天顶来的恩典改变开力赏赐伫阮众人中间，阮也为着病痛中伫咧静养也是咧治疗过程的兄弟，求你施了你的医治甲透放伫咧身上。愿阮伫这个过程时，一人无论出外来回交通，也是旅游，求上帝保守阮大家心身肉体拢有得到平安。特别伫这寒天常常有传染下这病毒。求你怜悯，互阮大家人有你的保守甲看顾，
搁细致保护，会当过着一个快乐健康的过正的假期。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即时咱做伙来奉献。咱今仔日新春的感恩奉献，就亲像国外以感恩节的奉献，所以这是台湾人的感恩节。咱圣经讲，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即是咱做伙来坐念一月一摆的金句，咱用台语搁用国语来念吼。恁的所讲着常常用温顺，亲像油盐调和，就会晓得怎样来应达人。歌罗西书4章6节，咱用国语哈。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歌罗西书4章6节。这时候我来报告，咱今仔日真欢喜，今仔日是旧历年的第一个主日啦。咱的清圣礼拜是本地是正月初一，牧师甲小会体贴逐个人，互人会当2日合并，所以咱今仔日就是主日礼拜兼清圣礼拜吼。咱首先祝逐个人新年恭喜，上帝祝福，来咱做伙讲一摆啦吼，新年恭喜，上帝祝福。小等下，咱阁有一个时间来做伙来拜年吼。咱这个时阵先来报告。咱拄则有讲到感恩奉献吼，感恩奉献就亲像台湾人的感恩节啦吼。第3点咱有一个请问小红包，咱等一下有哪会来分吼。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恩典哈。神跟我们讲什么话，在一当的开始，你所领到经文这个红包是啥物话？
人也袂要分的哦，哈。啊，咱今仔日国中小、幼稚园啊，抱在怀里的，或者是你肚子里面有小 baby 的，都可以领到红包哦，哈，哎，那个红包跟我们领到经文的红包不一样啊。啊，这有哪等一下哈，咱做伙来分哈。啊，咱的春节假期啊，就是按小年夜2月8号开始，啊，到2月14号，就是搁过来这个礼拜3、礼拜4，咱就恢复上班。啊，国中小这的囡仔吼，万人一日啦吼，据我了解是16号就开学。啊，有人咧讲啊，16号因即马落寒假，17号咱爱安那？17号干嘛上班？要哦，17号要补班哦。啊，小学生哦也要补课哦。啊，你讲啊，谁人爱补课吼？啊，你著先共休困啊。吼，啊，但是伊讲迄是因的寒假，听起来也很有理啦吼。小学生就会思考了。好。啊，咱春节的期间吼，咱办公室的干事相常拢休困，啊，所以咱若是有真重要的代志，咱就直接甲夏牧师啊来联络吼。好，啊，咱春节假期要提醒大家人的，就是你外出的时阵啊，要注意居家、交通、饮食，还有饮食卫生，这些安全很重要。咱讲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啦，所以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代志，要出门会有专门，这是小细节。但是小细节往往，咱讲魔鬼藏在细节里，小心细字无识本，我们要出去玩也是一样。现在很多塞车，啊，你伫车阵的中间是安那，所以即马足方便有 Google， 你会当先看卖咧吼。所以总共就是讲，咱出外的时阵安全真要紧吼，还有就是卫生嘛真要紧。咱互咱家己莫去有感冒啦，有啥货，你自己的身体家己最清楚吼，所以多保重。咱小会公告伫2月25日咱要召开定期会员和会，咱嘛是有一场尔吼。这个咱嘛是望讲，逐个人会当做伙来关心教会。旧年一年咱的事工做了安那，财务的状况是安那，咱家己来听来了解，安尼较会清楚。咱即个今年有咧讲会员和会手册，有的年轻人伊可能要用电子档，咱嘛是会使有电子档吼。若是讲你要爱用电子档的，还是恁全家足侪人，就要摕一本就好。你若有安尼，会当先事先，甲咱的干事维师来登记，免得纸张就是环保嘛。你摕到若是无用着，定伫遐，你若是要看电子档，你可以当保存。那我拢爱看纸本啊，因为看电子档目睭不煞煞。所以你是个人的状况，教会无讲你一定爱安那，但是望你会当甲干事迄边来甲登记咱阁有大道团的推动我拢简单讲就好40日的禁驾祈祷，咱已经伫即个公报栏遐，请人去登记。第4项就是奖学金的申请，咱到3月初3来查址。恁若是有下遮的迄个条件的，咱请你毋免客气。其他肢体交通门徒培育遮的消息，咱已经拢报伫即个周报。咱的周报写啊足详细，咱会当家己来过目了解即摆即个时间，我有和牧师讲好啊咱要来临捌，要来过年，有一个过年的气氛我有甲牧师讲，咱无咱先事先来介绍，就是讲有一寡人客人客中间嘛有熟悉的人客啦就是恁的亲人的中间有常年居住在国外，
啊，国外是啥？美国啦、英国啦，还是越南啦、印尼啦、中国啦？中国算吗？算啦吼，也是算外国吼。好，好，咱有遮的迄个亲人朋友吼，请咱站起来，互阮家己拍一个扑啊，安尼好无？国外的，嘿，来，国外。那你给他3个、4个，还有吧？不错，还有，来，还有没有？那个，客气，没有，不算啦吼。哦，好，哇，只有4个，因为楼上还有吧？哦，好，咱第2就是讲，咱你外地的，你是在外地读书、外地工作的，请咱站起来，阮甲你捌一下吼。即摆我咧要叫的时阵，有时吼。头壳叫拢袂出来，互阮较接啊，头壳转洗一下。来，请咱离外地的人。外地倒转来，免客气啦，吼，来，站起来，欢迎。安尼较济，欢迎，欢迎哦。外地的年轻人比较多。那我请坐。好。现在站起来啊！我看一看，好像都认识啊，但是都叫不出名字。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啦？吼，应该不会哈，年轻人不会哈。咱第3就是咱长期拢伫富强教会吼，咱家己甲家己拍扑啊。因为吼，咱有足重视咱的迄个甲上帝的约会啦。吼，咱今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听牧师上帝透过牧师的嘴。甲咱分享，互咱领受即个话语，咱转去，就爱真做咱家己本身，我要内化，成为我自己的东西，然后让神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咱家己就爱去调整的所在，就无共吼。好，敢若袂输做严肃安尼吼，无输，即马要安怎？安尼贺新年来，请咱起立，先讲哦，迄个新春恭喜，上帝祝福。唱这首诗歌就好了。好，好啦，无输讲要先唱歌啦吼，吟诗。咱对心底来唱出来。听互咱欢喜过新年。上帝会听，互咱欢喜过新年，听互咱欢喜过新年。搁一摆，你有欢喜无？咱欢喜过新年，听互咱欢喜过新年。上帝会听，互咱欢喜过新年，听互咱欢喜过新年。愈唱愈好听，搁一摆，听好啦。欢喜过新年。听互咱欢喜过新年，上帝会听，互咱欢喜过新年，听互咱欢喜过新年。好，安尼咱哦，做伙讲哦，上左右转，向左右转，心情上帝讲啦吼，新春恭喜，上帝祝福。新春恭喜，祝福你。咱即摆面对面。这一边的左右转，左右来，这边也是哦，这边也是哦，可以彼此拱，爱拱手哦，来，咱讲一摆，新春恭喜，上帝祝福，好，拢有公业开口就有喜乐出现，请坐。咱即马搁较欢喜，就是要来分红包，你要领受上帝。说对你讲的话，这个红包来，现在我们请长执来分发。你不用客气哦，每个人都要领一份哦。感谢主，上帝要对你讲的话是啥物话？你新的年，上帝要做新的事是啥物话？在你的生命的中间。咱的主日学的囡仔，才唔知有伫遮无？
有，好，好，咱等一下吼，咱请咱的咱的主日学的囡仔来，即马先出来。我把小朋友嘞，怎么都没看到小朋友？国中以下的小朋友到前面来，赶快。的，你不用客气好，爸爸妈妈带出来，来，赶快来，来前面。到前面来，到前面来，走出来。谢牧师来帮忙发。国中以下都来。国中以下。好。有宝宝里巴多来的妈妈，有哪会使出来哦？好，小朋友赶快来哦！来，赶快来哦！对，还有没有？今天来那么少啊，哈！来，小朋友不要客气，换家长代表哈，家长代表了。来，小朋友来。哦，从牧师的手中领到哦。来，还有没有？赶快过来，小朋友，来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哦。拄则咱满少伫落讲有人还佫伫巴肚来，拢会来。有人小朋友伫巴肚来无？好，小朋友过来。还有，在后面来。还有，来抱着小朋友过来。好，不用客气哦。牧师，若咱家己认为讲咱是小朋友会使无？若大家拢讲举手，咱就无够红包人分啊呢。大家拢翘起来时啊，有无？有无？家长代表也没关系，小朋友不好意思出来都可以。小朋友没有来的啊，那边一个小朋友，拿去给他好了，他不好意思出来。还有无？先举手，等下保护你，好不好？有人无？在婴儿室有没有？有无？咱翕相啊，袂翕张相来，万主任来，教因小朋友翕张相来。楼上，好，小朋友拿着红包看前面，照一张相。好，小朋友请回座，谢谢，新年恭喜。给他们拍拍手。各有人啊，补给他，来，谢牧师在谢牧师后面来，补给他，在后面，对。好，咱这阵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咱进前有一个新学生哈，叫做谢雅婷神学生啦。我打电话甲伊问讲，你们教会昨天有没有春节礼拜？伊讲有哦。阮是烤猪大餐，伊讲伊伫盐前伫咧关仔岭的山骹，他们教会家族啦拢转来，所以他们就请人家来烤乳猪，一大猪，然后来享受爱餐无同款的习俗啦。我想原住民会更热闹但是原住民比较喜欢过新历的新年好，牧师做一点报告，咱通结束我补充报告，咱看这个投影片，咱周报内底无写到安尼是话，咱后礼拜还阁新正打过咱伫2月18号2堂礼拜，咱要举行春节圣餐礼拜所以请兄弟2堂大家踊跃来参加，请会友来准备备办心来参加后礼拜佮第二是咱楼骹有一包一包的姜。迄老姜啦有足侪人姜用无济咧，所以咱一包一包，迄是咱顶工咱有送这二手货品迄个剑山教会南部中会剑山教会，因再2箱的姜来啦，这个姜若讲你家里有需要就奉献100块，这样较公平有人要爱的人就甲落钱无爱的人就唔免啦所以呢，咱这钱要做50喜年的事工经费的奉献所以请欢迎咱大家若有趣味差不多几十包尔，大家甲摕好了，较袂囥伫教会安尼好，那这个报告我们都看到了，周报有写了我们到2月14号礼拜3拢是休假到拜4啦开始上班，请兄弟大家注意。其他的聚会拢有报告伫遮，咱就无一一来讲咱有的是
合堂的，有的是这个上班时间拢有寄伫遮。过来，咱拄则万组长已经报告了40天的禁食祈祷，咱拢是就是等于是接龙的意思啦，吼，轮流啊，所以请大家赶快哈，春节的时候就去楼骹签名，签讲你要伫倒一顿参加祈祷会，吼，大家踊跃甲签名吼，不咱的这个慈宝老师慈宝队长伊会关心讲到底几个人报名会当连接起来无？连接起来无？哈，过来是咱有一个富强的赖社群吼，就是讲咱要通知，咱即摆用电子档就是足方便。即个社群你若甲周报甲扫描一下，你甲加入安尼就会使。尽量用你的正名，你要甲你认捌较方便啦。吼，你的代号伫你平常时咧用，但是你的正名伫这社群内底吼是袂流出去的吼。过来是咱门徒学校后礼拜要恢复哦吼。还没有参加的，赶快来报名参加。咱就有20几位参加这个基本的门徒学校的研习啦，吼。好牧师搁做一个补充介绍，有新朋友伫咱签伫单中间，我来介绍一下吼。杨家清姐妹有伫遮无？杨家清姐妹，好，平安，欢迎你，好，欢迎你来。伊是丁家的好朋友哈，欢迎你。杨家清姐妹，过来是有一家吼，李尧渊弟兄全家甲岳母拢总5个人，伫倒伫5楼是无？要伫遮无？好，伫遮来李尧渊弟兄全家拍手欢迎你们。因对新竹来，对新竹来吼，都来遮度假吼，欢迎你们哦吼。是咱樱花姐妹所介绍的吼。上时呢，我是无写伫单，但是我拄好看到吼，就是咱的丹南州牧师对花莲倒转来，咱的正源牧师嘛倒来，搁丹牧师的小弟是无？吼家庭，恁徛起来，我甲你欢迎好无？吼很难得1年都会见到1次面，丹牧师的小弟啦吼，介是讲住伫美国是无？美国倒转来吼，真欢迎恁安尼吼咱。这个过程时，牧师阁提醒一下，真好，咱吼过程时真正大家保重家己的身体，出入吼，大家细致开车啦、坐车拢爱细致。拄则万主长讲，咱对什么人？我那是对从澎湖回来，澎湖来的姐妹，好，来那个泡泡欢迎一哈，来欢迎她。欢迎。拢有色，拢共叫袂出来，实在哈，歹势哦吼。要不要告诉我的名字？素慧，那个黄老师，等一下记得下来哈。素慧在这里，好，过去吼，清下礼拜了，离足久以前吼，阮拢会去谢牧师，因是做阵人，拢会去遐吼，团契拢会去遐办，清下礼拜去遐控油，煮大锅饭呐，吼，大锅，很大的，我们就准备吼，真怀念呐吼，怀念那个时候。即马有真侪咱的会友拢去录影，吼，可能每一个时代就不大一样，吼，所以怀念不同时代迄个无同的聚会啦，吼。我有写伫遮吼，煞袂去你讲吼，就是讲咱大家安尼也毋知啥物人有来无，吼。我吼有写讲小组啦，吼，小组吼，牧区啦，吼，好。咱即马吼，有哪是分批来，佮有哪互大家熟悉者。咱的上大的区就是松年团契，敢是？来，松年团契来，你是松年团契的，请你站起来，咱甲因拍拍啊一下。这些都是我们的长辈哈，好，请坐下。来吼，第2楼的袂使讲第2楼，
竹青哈，以赛亚牧区，啊，来写以赛亚牧区的人站起来。啊，有诶重叠不要紧哦，哈，好，现在站起来，这拢以赛亚牧区，还有楼上啊，请坐下。啊，人家约书亚，是不是约书亚？保罗吗？是，不是？我是说保罗比较资深吗？啊，比较年轻啊，啊，那没关系，他们说年轻，他们讲的我们就要听啊。好，来约书亚牧区，请约书亚牧区起立，我们啊，掌声一下。好，请坐下。保罗牧区，好，请坐下啊。基甸牧区，基甸牧区有没有人来？有哎，啊，我们季平呢？哦，有季平跟他夫人，还有这边哦，好，请坐下。主日学刚刚已经发了嘛，哈，所以应该 OK 了哈，都有介绍了哈。啊，提摩太忘记了，来提摩太牧区，来请起立。啊，提摩太牧区2个代表呢，都没有缺席啊。啊，楼上有啊，我应该要看楼上哈，眼睛要看远一点啊。好，我们非常感谢，咱实在是真欢喜。过年的时阵哈，咱讲有人去啦哈，咱大锅饭好吃啊，咱人做伙安尼迄个有热闹，啊，就有迄个气氛，吼，啊，就大家拢欢喜起来。愿主祝福恁啊，新春恭喜，上帝祝福，咱要做伙来吟啊上营的诗歌，请咱起立。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祝福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厅堂，亲像灯那瓦水，伫盲目暗暝看见主的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厅堂、圣神的扶持引带。伫新的一年，享受平安、喜乐、健康、恩典满满，伫咱正向的姊妹。愿神的恩典三位一体神来赐福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做默祷。然后家庭哈要去全家福的，让来头前翕啦哈。也许这个等一下如果需要移走再讲哈。有家族啦要照全家福做纪念的哈。感谢主。